养老院值夜班，昨晚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入行这么久，我以为自己已经很专业了，遇到老人闹，我能快速处理，穿衣安抚呼叫家属。但昨晚的反思让我明白，专业的下一个台阶不是更高效的搞定问题，而是能耐心的看见人。那个93岁的阿姨，她用了9个小时告诉我，她要的不是尿不湿，不是安静，不是女儿赶来，她要的也许是在这个陌生的夜晚里，有一个人愿意坐在她身边，承认她的挣扎是有意义的。做养老这一行，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你能不能把一个制造麻烦的老人重新看成一个正在经历困难的人。关注我，我是护工房姐，每天给你带来走心内容。